繼續來看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大力推廣着綠色集團的電動船遊湖，要來拼暑假的觀光。請啟動。為着響應環保減碳、利用政策，旅管處佇咧水社碼頭舉辦日月潭電動船體驗的啟動儀式，呼籲遊客坐安靜無油煙的電動船遊潭水。2030年，我們要一個淨零一個排放，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從下一代，我們就開始了解說電動船的一個重要性。今年許多來日月潭坐船觀光，電動遊艇業者推出無同款的主題，包括現場駐唱甲親子生日 party 活動，讓遊客有真特別的感受。為着行銷電動船遊潭觀光，主辦單位邀請家親單面出做大見證。我們所提到就是希望用這個電動船的方式，能夠盡到守護地球的一份心力。期待未來結合生態保育甲當地特色的旅遊體驗，向遊客來到日月潭耍。